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海甲阮彼人，海甲阮彼人，害阮走遍海边。日月潭的南女湾，水凉凉凉，阮的心滚滚滚会淌人。垦丁的南湾。山烧烫烫，阮甘愿予海风扬起。万里的野柳，细细化的人声，犹在阮叫，山无人应。天星闪烁，看阮暗暝等到早起。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61集，欣赏的是家己的韩文老师所带来《海甲阮彼人》。所以，咱邀请韩文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心情甲背景。这首诗我是去日月潭佚佗回来，才写的。去看樱花啦，遐风景足水。我是一个足爱海的人啊。我讲对，人女湾嘛真正足水啊。我就甲人女湾摕来写，佫将以前去南部垦丁迄个南湾遐佚佗的景佫甲写入来。佫去北部野柳佚佗的遐佫甲写入来。我就甲中部、南部、北部的海拢甲写落来，就写这首《海甲阮彼人》。其实是爱看海啦，爱世界去看海。看海，咱甲这个情藏入去，是咱咧爱海，毋是海甲咱彼人啦。因为咱爱海，毋知会去互海彼人去。你若无爱伊，哪有可能去互彼人去？这是互相的啦，一体两面啦，一体两面啦，所以我就世界去看海啊，南女湾迄阵去寒天，所以水凉凉凉。毋过呢，阮写的是安尼酸甲足欢喜，规个心是滚滚滚会淌人。只要写入来是迄个心的热情，咱的心有咱像一拍火伫遐，所以迄个心滚滚滚会淌人。这毋管是好朋友还是男女朋友，拢无要紧，这拢会使过来去垦丁的南湾嘛，足水啊！垦丁的南湾遐山烧烫烫，因为迄阵去拄好是热天去的，所以伊遐的山才较烧。迄阵天气足热的，大家拢讲山足烧会烫人。毋过爱海的人就是安尼，甘愿好烧嘛是甘愿去佚佗，嘛是足爱去的讲甘愿予海风扬起，热较海风吹来，迄海风吹来拢是足烧足烧，拢若像会烫人，要甲烫干，若像要甲你扬起共款。毋过爱海的人就是安尼欢喜安尼嘛是足欢喜去耍北部野柳，遐佫较侪人，细细化的人声，遐有够侪，尤其遐是算足有名观光所在嘛这日月潭嘛同款啦这个野柳细细化的人声人足侪足侪，人侪声音就侪嘛有诶大细声喊过来喊过去，叫过来叫过去所以细细化的人声。我这个细细化形容这个人
足济的声啦吼。毋过呢，犹在阮叫煞无人应。这要写的是讲，到即个所在，有一个人伫海边咧叫。咱有当看迄个看电影啦，看电视啦，看讲迄男女朋友拢有出去海边嘛。有当伫海边遐，你叫我，我叫你，嘛足浪漫的啊！若伫遮咧叫无人应，表示安怎？迄个人已经。迄个人对方迄个人无伫遐，表示伊是家己一个去尔，所以无人应嘛。伊伫安怎？天星闪烁，伊伫遐叫无人应，伊就伫遐等到啥？天星出来啊！阴暗等到暗时啊，星出来啊！伊还阁袂死心啊，还阁继续等落去。这个天星看阮暗暝等到早起，其中这个人，伊就是为暗暝一直等，袂死心，搁较等到早起，嘛是等无人。天星看伊，就是咧讲笑伊戆啦。海甲阮戏人，害阮走遍海边。日月潭的那愈远，水凉凉凉，阮的心滚滚滚会烫人。说入去，咱邀请嘉义市的前文化局长罗万定先生来甲咱分享伊读这首诗的心情。韩曼老师这首海甲阮戏人描写这个行到海边啦也是讲水边啦伊这首诗内底写到有日月潭还有写到垦丁嘛还有写到野柳的海边因去佚佗的情形若热天时啦咱一般尤其囡仔兄同爱去海边耍。去约这个海浪啦去堆沙啦也是去筑浪我相信这种热天时真好的活动咱台湾是一个海岛，所以台湾若要看海足方便的要入山要落海拢唔免1点钟就会当到位尤其咱台湾有足济耍海的所在譬如讲北部有这个福隆海水浴场若南部当然是垦丁的南湾啦你若讲要畅水要去浮潜咱有真好的这个小琉球也是讲绿岛拢会当做浮潜的活动所以讲到这个所在咱韩曼老师写这个海甲咱戏人嘛唔是讲海甲咱戏人，咱嘛会当含海去做戏人啦你譬如讲这个宜兰迄边嘛有这个蜜月湾啦适合情人去散步的所在但是海虽然是好耍啦去到海边通常当然是要注意安全啦咱台湾的这个地质有当时真特别，逐冬拢会发生小狗影啦，有的人爱钓鱼去海边伊唔知影讲迄个外海的影，那安尼影过来有当时会5-6楼悬啦所以去海边咱爱注意安全第一。天星闪烁，看阮暗暝等到早起。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文老师写诗，罗文定先生分享心情感受。
查门溪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搁继续空中再会。